乡亲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这个新版的数位身份证，上紧明年的10月要来就路。讲这个新的身份证会真简单，敢若会显示姓名、身份证的字号甲相片，甚至参国旗拢会摕掉。也毋过内政部讲，目前还搁咧听各界的意见，也未定案。 我们现在使用的身份证已经用了14多年了，接下来最快在明年10月就要换发第7代，上头的资料将全部简化。即摆利用这款身份证，因讲是全世界上较复杂的身份证，总共有12家，包括基本的名、出生年月日、性别，甚至老爸老母，另外一半的名拢有。要过新版的身份证拢简单化，甚至连国旗都无。 我觉得身份证上面就有自己国家国旗是一种身份认同嘛，对啊，所以如果拿掉的话，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感觉。身份证代表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嘛，不是吗？一定要有身份证，一定要有国旗，不然以后连你的国旗长什么样都不认得。现在也不用唱国歌了，不是吗？未少人无法度接受，要过内政部长徐国勇提出其他国家的身份证，像新加坡、日本、中国、德国等等，拢无印国旗，甚至中华民国头1代到第4代身份证嘛无印国旗。 大部分的国家是没有国旗了，身份证上是没有国旗，大部分都没有，连中国都没有啊。好，所以我要再次强调，连中国都没有啊，2蒋时代也没有啊，所以要不要有，我没有意见哈，我保留开放的意见。现在的身份证字号1开头代表男性，2代表女性，接下来新版的将保留7，可能会留给跨性别人士使用。 洪声讲，另外一半出生地等的资料拢未搁写，甚至搁会加入驾照、健保卡等等。不过内政部强调讲，目前还伫研究，还未定案。上紧都要明年才会确定讲，要留什么款资料伫身份证面顶。